年前，香港娛樂圈悄悄發生咗件看似唔起眼，但就好似冬日暖陽咁溫暖人心嘅事。TVB 資深演員劉丹迎來咗佢82歲嘅大壽。喺 TVB 漫長嘅歷史入面，如果要評選一部可以稱得上鎮台之寶嘅劇集，咁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肯定當之無愧。呢部劇自開播以來，就好似一個忠實嘅老友，默默陪伴住無數香港家庭度過一個個溫馨嘅晚飯時光。劉丹喺劇中飾演嘅紅樹根，早已經深深咁烙印喺觀眾嘅心入面，成為咗大家心目中嗰個親切又可愛嘅老父親形象。就喺呢個特別嘅日子入面，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劇組為劉丹精心籌備咗一場生日宴。當日，劇組入面幾位常駐演員齊齊整整咁聚埋一齊，滕麗名、張景淳、陳俊廷，仲有喺劇中飾演劉丹女兒洪若水嘅呂慧儀，大家都紛紛趕嚟，現場熱鬧得好似一家人圍坐喺飯桌旁咁，歡聲笑語響遍每一個角落。呂慧儀興奮咁喺社交媒體上面曬出咗一組超級溫馨嘅相，相入面大家圍住一齊切蛋糕、唱生日歌，嗰場面真係其樂融融，就算隔住個屏幕，都可以真真切切咁感受到嗰種濃濃嘅一家人氛圍。呂慧儀仲特意配文寫住：親愛嘅阿爸今日正日生日快樂。呢聲阿爸叫得順口又親切，就好似佢哋真係親生父女咁。喺娛樂圈呢個看似繁華，但實則充滿利益糾葛、跟紅頂白嘅地方，好似劉丹咁德高望重且依然活躍喺一線嘅長輩，真係少之又少。雖然已經82歲高齡，但劉丹嘅精神狀態簡直好到令人羨慕到唔得。佢紅光滿面，中氣十足，行起路嚟步伐穩健，講起嘢嚟聲音洪亮，完全睇唔出係一位耄耋之年嘅老人。喺壽宴上面，佢笑容滿面，同劇組嘅夥伴親切交談，時不時仲開懷大笑，嗰爽朗嘅笑聲好似可以驅散所有嘅陰霾咁。呢次壽宴最令人感動嘅莫過於愛回家劇組之間深厚嘅感情。喺呢個劇組入面，大家雖然只係因為拍戲而成為搭檔，但私下嘅關係比親人仲要親。佢哋一齊經歷咗無數個日日夜夜嘅拍攝，共同面對咗各種困難同挑戰，喺長期嘅相處入面，早已經建立咗堅不可摧嘅友誼。就好似呢次生日宴，大家唔單止係為咗俾劉丹慶祝生日，更加係將呢一日當成一次家庭聚會，盡情享受住呢份難得嘅溫馨同歡樂。然而喺呢一片歡聲笑語嘅合照入面，眼利嘅網友就發現咗一個細節，作為劉丹嘅仔，劉愷威竟然全程唔見蹤影。呢個發現瞬間引發咗網友們嘅熱烈討論，大家都紛紛猜測劉愷威點解冇出現喺阿爸嘅生日宴上面呢？其實原因或許並唔複雜。自從2018年劉愷威同內地頂流花旦楊冪離婚之後，佢嘅演藝事業好似就進入咗一個漫長嘅瓶頸期。回想起劉愷威曾經嘅輝煌，嗰都係一段令人矚目嘅時光。佢憑住帥氣嘅外表同出色嘅演技，喺偶像劇入面嶄露頭角，成為咗無數少女心目中嘅男神。嗰陣時嘅佢片約不斷，各種資源好似潮水咁沖嚟，可謂係風光無限。然而離婚之後嘅佢，事業卻急轉直下。喺內地，佢嘅影視資源肉眼可見咁減少。以前仲常常擔任各種偶像劇嘅男一號，如今曝光率卻大幅下降。偶爾上個熱搜，唔係因為同前妻楊冪嘅陳年舊事，就係因為阿爸劉丹喺香港接受採訪時提到咗孫女小糯米。反觀前妻楊冪，離婚之後嘅事業唔單止冇受到任何影響，反而一路高歌猛進。佢穩坐內地一線女星嘅寶座，各種大女主劇接到手軟。每一部新劇播出，都可以引發觀眾嘅熱烈討論同追捧，收視率同口碑雙豐收。喺時尚領域，佢更加係頂級資源不斷，各種時尚雜誌封面、品牌代言好似雪花咁飄嚟，成為咗時尚界嘅寵兒。兩人分開將近7年啦，一個事業蒸蒸日上，另一個卻逐漸淡出大眾嘅視線。呢種鮮明嘅對比，不禁令人感嘆娛樂圈嘅現實同殘酷。
事業上面嘅唔如意，好似都影響咗劉愷威嘅感情生活。大家都知，劉愷威喺2022年大方認愛咗內地女星李曉峰。當時呢段戀情可謂係相當轟動，畢竟李曉峰喺楊冪主演嘅劇入面仲演過閨蜜，呢種抓馬嘅劇情令到吃瓜群眾津津樂道，大家都紛紛猜測呢段感情究竟會走向邊方呢？然而最近兩人嘅感情好似出現咗一些問題，雖然雙方都冇公開回應，但從一些細微嘅跡象入面都可以令人察覺到一絲異樣，就好似兩人好少喺公開場合一齊露面，社交媒體上面嘅互動都明顯減少，呢令到唔少網友開始擔心呢段曾經備受矚目嘅戀情係咪會無疾而終。不過雖然事業平平，感情成謎，但有一點真係唔得唔服劉愷威，就係佢嘅狀態。如果唔講，邊個敢信佢今年已經51歲啦？喺前段時間流出嘅一些生圖入面，劉愷威嘅身材依然挺拔，完全冇中年男人常見嘅發福油膩感。佢嘅面部線條緊緻，皮膚光滑，髮量濃密，整個人散發出來嘅少年感，簡直比好多20-30歲嘅小鮮肉仲要強。有網友調侃講，事業冇咗可以再拼，老婆冇咗可以再搵，但呢個50歲嘅狀態係有錢都買唔到嘅。確實喺呢個年紀仲可以保持呢種逆生長嘅顏值，本身就係一種資本。或許對於依家嘅劉愷威嚟講，放慢腳步，享受生活都係一種唔錯嘅選擇。其實劉愷威依家演戲唔多，但佢整個人睇起身精神都幾好。50幾歲嘅人冇因為生活嘅壓力而變得滄桑憔悴，反而充滿咗活力。佢喺社交平台發嘅多數係健身、穿搭同日常片段，從呢啲內容入面可以睇出佢非常注重生活品質，熱愛運動，懂得打扮自己。佢唔再好似從前咁靠電視劇刷存在感，而係悄悄咁轉型，靠住良好嘅形象同積極嘅生活方式嚟保持熱度。呢種轉變或許係佢對生活嘅一種新嘅感悟同追求。《愛回家》呢部劇能夠火咁多年，唔單止係因為佢嘅劇情搞笑幽默，更重要嘅係佢講述嘅係街坊鄰里同家裏嘅小事。呢啲看似平凡嘅故事，卻可以令到觀眾產生強烈嘅共鳴，睇得舒服又溫暖。劉丹演嘅洪樹根早已經唔單止係一個角色咁簡單，佢已經成為咗一種情感嘅寄託，成為咗大家心裏嘅老父親。每當睇到佢喺劇中嘅身影，觀眾們就會諗起自己屋企嘅長輩，感受到嗰份濃濃嘅親情。而喺內地娛樂圈，情況就同香港有所不同。內地嘅藝人一旦有感情變動，立馬就會被攞嚟炒話題，各種新聞鋪天蓋地，令人應接不暇。劉愷威呢次冇出現喺阿爸嘅生日宴上面，反而顯得更加真實，冇硬凹人設。佢冇為咗迎合大眾嘅期待而刻意表現自己，而係選擇咗遵循自己嘅內心，過自己想要嘅生活。呢種真實同坦然，或許都係佢吸引人嘅地方之一。時間過得飛快，劉丹今年已經82歲啦，劉愷威都51歲啦，兩人相差31歲。佢哋屋企嘅事，從2018年劉愷威同楊冪離婚開始，就一直備受大家關注。2022年劉愷威公開新女友李曉峰之後，又冇太多消息傳出，呢段感情就好似一團迷霧，令人捉摸唔透。而《愛回家》呢部劇喺2012年開播，到依家已經13年啦，仲繼續播出，呢足以說明觀眾對佢嘅喜愛同認可。至今冇官方渠道對呢個生日宴進行大規模嘅宣傳，亦冇組織咩紀念活動。但網友們卻自己紛紛轉發評論，令到件事嘅熱度持續唔減。呢充分說明喺大家心目中，呢份真摯嘅情感係非常珍貴嘅。依家嘅港劇雖然缺乏大預算同大牌明星嘅加持，但卻靠住呢種長久積累嘅情感聯繫，依然有一批忠實嘅觀眾願意追睇。或許就係呢個原因，令到老劇能夠流傳落嚟。佢唔單止係一部劇，更加係一種情感嘅紐帶，連接住演員同觀眾，
連接住過去同依家。最後都要再次祝願我哋嘅丹爺身體健康，長命百歲。希望佢能夠繼續喺熒幕上面為我哋帶嚟更多精彩嘅表現，陪伴我哋度過更多美好嘅時光。至於仔嘅感情事，就好似嗰句老話講嘅兒孫自有兒孫福，老人家開心最重要。願劉愷威能夠喺未來嘅日子入面揾到屬於自己嘅幸福，無論係事業定感情，都能夠順順利利，重新綻放出屬於自己嘅光芒。亦希望《愛回家》呢部劇能夠一直播落去，繼續溫暖住每一個觀眾嘅心。最後感謝你花時間睇呢篇內容，唔好忘記點擊屏幕下面嘅點讚支持下我哋。喺評論區留下你嘅想法、問題或者建議，我哋每一條都會認真回復。順便點擊紅色訂閱按鈕，並開啟小鈴鐺，唔好錯過每一期更新。你嘅每一次互動都係我哋前進嘅動力。下期見。